大家好，我係心之星光嘅 Florence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樣我好鍾意做嘅事，就係接地。喺現代生活入面，我哋成日對住手機、電腦，身體好容易積聚咗啲靜電，仲會接觸到好多電磁波。但係其實，只要我哋赤腳踩落草地、沙灘、溪水，或者抱住一棵樹，就可以釋放多餘嘅電荷，吸收地球嘅自由電子，幫助我哋身心平衡、放鬆情緒。我最鍾意嘅接地方式就係赤腳喺草地上拉筋、跳舞、喐動身體，做一啲創作嘅嘢。有時瞓喺草地上，靜靜咁感受大地母親嘅擁抱，會覺得自己唔再需要嘅能量被排走，同時又吸收到大地傳嚟嘅微量元素，嗰種感覺真係好奇妙。仲有一樣我好推薦嘅就係抱樹，揀一棵你有感覺、表面光滑嘅樹，輕輕咁依偎喺佢身上，靜靜咁感受。抱完之後，好似充完電咁，成個人都輕鬆晒。地球係一個巨大嘅負電子庫，當我哋接地時，佢會幫我哋中和自由基，減少炎症，提升身體頻率，再加埋健康嘅飲食，真係都市人健康長壽嘅秘訣。記住多啲時間親近大自然，連結返我哋嘅根源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試下接地，感受下大地母親嘅愛啦〜